起啊？来这边拿馒头，排队啦！来，你拿啊，拿好，拿着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拿着，每个人都有份儿啊，不要急。来，拿好，给，来，给你，来，拿好，拿馒头。 老太太，怎么样？人已经没了。大嫂，快喝点粥。大嫂，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？是不是饿了？你快喂他喝点奶吧。哪里还有奶？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。不哭了，你爹跟哥哥姐姐们都已经饿死了，到不了多久，说不定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。大嫂，来，把孩子给我，我帮你哄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来，给我。好。哎呦，哦，乖，不哭了啊。谢谢小哥了。大嫂，粥太烫了，先吃个馒头吧。乖啊，别哭了。干了，上面有人，交钱吧。拿下！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，就是您的眼泪啊！说实话，朕自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薨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。
管家，找个奶娘，好好把她养着，好好把她抚养成人。所需用途，我会派人一一送过来。钦差大人真是心善。这孩子虽然父母双亡，很是不幸，但能遇到钦差大人，也是他的福分。奴婢一定好好照料这个孩子。这索大人还得有10日才能把兵给调回来，每迟上1日，不知道饿死多少人，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了。据我打探的消息，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灾民涌进太原城，每天都要饿死好几10个。官府来不及掩埋尸体，只能把尸体集中到城外，一把火烧了。龙小弟，我们真的还要再等上10日吗？这10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去把那些私吞的官银官粮全都劫出来，发给老百姓。欢妹，大清律例，抢劫官银官粮可是死罪，诛九族的。师叔姑娘，就算是在宫外，但这种混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。哦，主子，欢妹从小就冲动任性，说话不知轻重，请主子恕罪。今儿个我也冲动任性一回，去把刘德昭他们私吞的官银官粮劫出来。当真？你这个皇上带头抢劫官府啊？对，但是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，不劫则已，一劫必中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大哥最在行，我大哥一劫绝对成功。欢妹，其实一欢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们2兄妹以前闯江湖的时候，必定做过很多违法乱纪之事。你都跟主子瞎说什么了？我没说，他自己瞎猜的。李太医，你不必急着否认，也不必埋怨一欢。对于你们过往所犯之事，我今日就金口玉言，赦了你们。多谢主子恩典。微臣以前闯荡江湖之时，的确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，但如今是全心全意跟着主子，没有主子的吩咐，绝不敢任意妄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心中不必再有包袱，只管好好的给我谋划谋划，怎么样顺利的劫出银两，救助百姓。臣遵旨。建清，你今日怎么如此糊涂啊？你居然敢答应帮着皇上打劫官府，你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你们过去是打劫官府的盗贼，知道吗？一欢就是这样，总是说漏嘴，一点分寸都没有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么一来，康熙只会把我们当作是一般行侠仗义的江湖盗匪，反而不会疑心别的。那你们也不该真的去打劫官府啊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？康熙都这么说了，我能不做吗？我自会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大不了放弃行动。劫不到粮食跟银子，我跟欢妹自有办法脱身，叔父不必担心。你们呐，毕竟还是太年轻，不了解皇上的心思。此时纵然成功解了皇上的燃眉之急，他或许此时赏识你，可是等他冷静下来，他又会觉得你目无法纪，不易控制，到时候又会对你们生出排斥防范之心。多谢叔父提醒。叔父说的这些，侄儿心里何尝不明白。但是，这次行动若能顺利完成，就能解救诸多灾民。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可是如此一来，你跟易欢的处境就十分危险，我也危险呐。叔父，你如今有钱有势，吃腻了山珍海味，所以你不再关心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。可你难道忘了吗？当年跟我爹在死尸堆里找食物的惨状。你当年但凡有3寸宽的活路，又何至于进宫当太监？这次行动，如果真的能解救这些灾民，我们能避免多少这样的悲剧发生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，不是吗？
荣小弟，我刚刚给你2颗变身丸，还没有给我钱呢。我现在哪有钱给你啊？行吧，那我就先记在账上。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，利息看着给吧。趁火打劫，你比裘贵的奸商还要奸。欢妹，别闹了。你到了山西商会了，裘贵见过我们，千万别让他识破我们的身份。你们先进去，我在外面守着。知道了，爷爷你慢点走啊，别摔着啊。走吧，孙儿。走。想买1000担粮食，分给灾民。我已经查探明白了，裘贵和整个山西粮商手里，大约囤着20多万担粮食，朝廷调拨的30万担赈灾粮，